今集呢，我想同大家講下水箱水有啲咩種類嘅。喺市面上大部分你可以買到嘅水箱水呢，入邊大約有96至97%都係乙二醇嘅，而其中呢，近有1至2%係水加色素啦。而水箱水真正嘅價值呢，係僅剩餘嗰2%左右嘅添加劑同埋抑制劑嘅啫。而水箱水入邊嘅乙二醇呢，除咗防凍結之外，佢仲可以防止水沸騰嘅功能嘅。嗱，但係乙二醇有毒㗎，唔好因為佢甜你就走去飲2啖啊！成年人只要攝取30個毫升呢，就會有致死嘅可能性㗎啦。至於水箱水嘅添加劑技術呢，好多人都會用顏色去區分啦。例如綠色佢哋會話係 IAT， 藍色會話係 OAT， 粉紅色會話係 HOAT 嘅。而事實係，大部分水箱水嘅製造商呢，係唔會遵從 TMC 規定嘅顏色指南去區分水箱水嘅生產技術嘅。所以如果你用顏色去區分你到底用緊啲咩水箱水呢，係毫無意義㗎。因為而家連 HOAT 嘅技術都有綠色嘅版本，所以睇完呢集水箱水嘅介紹之後呢，請你停止用顏色去區分水箱水嘅好壞，停止盲目去相信朋友介紹某水箱水嘅牌子有幾好，因為而家好多嘢都可以喺 Google 度查到嘅，包括水箱水嘅成分同埋佢嘅生產技術。如果你有想要買嘅牌子呢，你可以上網揾下佢嘅成分資訊啦。如果佢嘅資訊比較少呢，我就建議你直接唔好買啦，因為用錯水箱水要搞到俾錢維修全車嘅水路零件呢，其實係好唔抵嘅。咁以下呢，我就會簡單講下水箱水嘅生產技術啦。首先有 IAT 嘅技術啦，佢係一種無機酸添加劑嚟嘅，係一種比較傳統啦、價錢比較平嘅水箱水技術嚟嘅。咁IAT 技術呢，就可能會有使用呢個硼酸鹽啦、亞硝酸鹽、矽酸鹽同埋磷酸鹽或者其他無機鹽對你嘅引擎同埋水路嘅金屬表面呢，形成呢個保護屏障嘅。其中硼酸鹽係一種降低呢嗰個水箱水裡面嗰個 pH 值嘅添加劑嚟嘅。你會喺好多 IAT 嘅水箱水入邊咧揾到呢隻添加劑嘅，但係喺 OAT 或者 HOAT 嘅冷卻劑入邊咧就冇嘅，因為 OAT 同埋 HOAT 嘅水箱水咧必須要保持喺唔同嘅 HP 值啦，而硼酸鹽嘅存在咧係會破壞 pH 值嘅平衡嘅。第二咧就係亞硝酸鹽啊。係一啲重型嘅柴油車或者比較舊嘅引擎裡面嘅水箱水會揾到嘅，佢係有助保護鐵啦或者鋼啦，同埋當你個水泵轉動呢啲水箱水產生氣燒嘅問題啊。但係亞硝酸鹽可能會對鋁做嘅引擎同埋鋁嘅水箱呢造成一個損壞嘅。依家有部分嘅水箱水公司呢出咗啲冇亞硝酸鹽嘅 IAT 水箱水版本，再加入一啲額外嘅添加劑呢去保護鋁製嘅引擎同埋水箱，所以唔識買呢好容易買錯㗎。咁啊，第三就係磷酸鹽啦。喺好多亞洲品牌嘅造車廠呢都會選擇有磷酸鹽嘅 IAT 或者 HOAT 嘅水箱水啦。而磷酸鹽呢就係用嚟覆蓋喺呢個金屬表面上面呢，就防止腐蝕嘅。但係呢，磷酸鹽嘅水箱水呢，千祈唔好撈水喉水一齊用。你做咩啊？飲水咯。你有冇睇廣告㗎？梗係要飲有過濾嘅水啦。過濾完之後又點呢？呢支水都係冇煲過㗎。因為水喉水咧，佢嘅礦物質咧會同呢個磷酸鹽產生呢個反應啊，令到防止腐蝕嘅塗層咧，因為呢個化學反應而剝落，形成磷片層啊，咁啊會堵塞呢個引擎細嘅窿啦，或者其他水箱嗰啲冷卻系統嘅管道嘅。如果用蒸餾水去加入一啲有磷酸鹽嘅水箱水入邊咧，水垢嘅形成咧就會減少啦。因此亞洲嘅造車廠認為使用帶有磷酸鹽嘅水箱水咧，只要跟住用戶手冊上面嘅更換指示咧，就冇乜問題㗎啦。好啦，第四就係矽酸鹽啦，佢係另一種速效酸嚟嘅，佢可以保護鋁啦同埋其他嘅金屬免受腐蝕嘅。但係矽酸鹽嘅壽命比磷酸鹽嚟得比較短，所以近年嚟矽酸鹽嘅 IAT 技術水箱水咧已經唔常見㗎啦。加上矽酸鹽嘅水箱水咧會更快變質啊，一旦佢變質咧就會對水路嘅保護性咧減少得好快啊。咁啊，因為 IAT 嘅水箱水壽命比較短啊，所以就會出現 OAT 嘅技術啦。
咁啊 OAT 咧就 stand for 呢個 Organic Exit Technology 啊，有機酸技術啊。通常 OAT 嘅水箱水咧就冇呢個植酸鹽啦、碳酸鹽啦、亞硝酸鹽呢啲物質嘅，但係佢對水路嘅抗腐蝕能力同埋保護性咧就可能會比 IAT 低喎。咁佢嘅主要添加劑咧就係依賴疏酸呢種物質嘅。而疏酸喺加熱嘅過程之中咧，就會變成疏酸鹽啦。呢隻化合物咧消耗速度就會比較慢啦。呢個就係點解 OAT 比 IAT 嘅壽命長嘅原因啦。就係因為佢壽命極長咧，所以有好多製造商都係使用 OAT 嘅技術做水箱水嘅。再嚟就係 HOAT 嘅水箱水啦 ，Hyper Organic Exit Technology， 有機酸技術，混合有機酸技術。因為 OAT 技術通常抗腐蝕能力比較低啦，但係 IAT 技術咧就有好好嘅抗腐蝕能力，但係佢嘅壽命就比較短喎。咁啊，班科學家就頭痕啦。爭咩啊？兩樣溝埋變做瀨尿牛丸啊！笨！邊個又答咧？最後又真係溝得埋喎。咁啊，加上而家嘅引擎技術咧，大部分用料都係用鋁合金嘅。而 HOAT 嘅水箱水入邊嘅添加劑咧，通常都有植酸鹽啦、磷酸鹽、硝酸鹽、木酸鹽，唔一定係全部有㗎，係啊。咁啊，用嚟增加對鋁合金部件嘅氧化同埋腐蝕嘅保護啦，同時咧對鋼啦、鐵啦、膠圈、油封都有充足嘅保護嘅。但係你唔好見佢寫住HOAT 就買喎，因為有部分嘅 HOAT 添加咗亞硝酸鹽嘅添加劑，佢係用嚟俾一啲重型嘅私家車同埋一啲柴油車使用㗎。而 HOAT 咧又分好多種，咁我唔一一介紹啊。有 P 字頭㗎磷酸鹽嘅 OAT， 有 N 字頭嘅亞硝酸鹽嘅 OAT， 又有一啲冇磷酸鹽嘅 HOAT 版本，好多種㗎。咁樣咧，由2004年開始咧，有啲汽車嘅生產商咧就開始使用呢個 SIOT 嘅水箱水技術啊 ，Silicate Organic Exit Technology 啊，直嘅有機酸技術啊。咁呢個技術嘅推出咧，就係因為依家唔止淨係得引擎內部嘅鋁合金零件增加啊，啲膠水管啊、啲膠圈油封嘅應用多咗啊。咁啊SIOAT 咧就係加入更加多嘅矽元素去保護鋁啦同埋塑膠嘅材料啊。但係我自己估咧，就係可能因為2002年之後咧，大部分嘅汽車製造商都用一啲鋁啊同埋塑膠嘅水箱開始啊，所以保護塑膠同埋呢個鋁合金嘅 SIOAT 技術咧，就多咗人去購買呢樣嘢咯。好啦，咁我哋知道咗水箱水嘅技術嘅分別啦，咁我哋咧就嚟查一查自己架車嘅用戶手冊，咁就可以知道我哋自己架車應該用啲咩類型嘅水箱水啦，係咪？但係唔好咁開心住，大部分嘅車主手冊咧都冇話俾你知你架車應該要用啲咩類型嘅水箱水㗎喎。Yamaha 就叫你用 Yamalup 嘅水箱水啦，卡華車咧就叫你直頭用啲綠色水箱水就得啦。唉，搞到我一頭霧水啊！咁啊，當呢啲情況發生咧，你就可以知道點解我頭先要列出種種嘅添加劑功能啦。例如我哋係電單車嚟嘅，咁就一定唔可以用有亞硝酸鹽嘅水箱水啦。加上如果你架車係比較新嘅，引擎係用鋁合金嚟做嘅，仲有大量嘅塑膠零件嘅話咧，咁用 SIOAT 嘅技術水箱水咧，就一定冇乜可能會錯噶啦。同時你可以下載水箱水生產廠商提供嘅冷卻液腐蝕測驗表啊，咁啊係呢個 ASTM D1384嘅表格啊，對比一下唔同牌子水箱水對物料嘅保護程度啦。咁啊講完水箱水係二月醇加唔同嘅添加劑，就會得出唔同嘅生產技術喎，去保護你嘅引擎同埋水路。咁好多人都想知咁多隻唔同嘅技術，佢哋嘅散熱效果有冇邊隻好啲嘅呢？咁其實我已經嘗試過晒各種唔同生產技術嘅水箱水㗎啦，我可以話俾你知，實際嘅散熱效果呢唔會超過2度㗎。
大部分都係你嘅心理作用覺得好咗，而實質會影響散熱速度嘅就只有去改變水同埋二乙醇嘅比例。例如，如果我用70% 嘅水對30% 嘅二乙醇，散熱速度呢一定係會比你用50% 嘅水對50% 嘅二乙醇散熱速度嚟得更加快嘅。但係一開始我就已經講咗，二乙醇係有防止水沸騰嘅功能嘅。當你用70% 嘅水對30% 嘅水箱水嘅時候呢，你成個水箱水加水嘅總沸騰點呢，就可能降低到101到103度啊。同時水箱水可以提供到嘅氧化性啦，同埋佢嘅壽命都會下降啊。咁啊有見及此啊，就有一啲生產廠商呢，就做一啲叫做微型水箱水嘅嘢出嚟啦。咁好啦，咩係微型水箱水呢？嗱，由於二乙醇嘅水箱水佢黏度同埋阻力呢，同散熱嘅效果呢都比較差，所以微型水箱水呢，佢哋可能用乙基己酸鉀啊去取代二乙醇去做一個氧化劑嘅，令水路唔會出現呢個氣燒啊，即係嗰啲泡泡啊，同時增加散熱嘅效果嘅。再加入唔同嘅添加劑咧，去防止你嗰個水路啊、引擎、水箱佢嘅腐蝕啦，同時保護啲塑膠零件嘅。但係不幸嘅係咧，所謂嘅微型水箱水，佢嘅防止水沸騰嘅溫度同一般嘅水係冇乜分別嘅。一般50% 嘅水箱水加50% 嘅水咧，喺大氣壓力之下咧，佢嗰個沸騰溫度咧係105度至到107度左右。如果你用嗰啲所謂微型水箱水50% 加50% 水咧，喺大氣壓力下面嘅沸騰溫度咧，可能係真係99到100度左右嘅啫。即係話，如果你要用微型水箱水嘅同時，你就一定要換埋個加大壓力嘅水箱蓋，可能由原廠嘅1.1個巴嘅水箱蓋換做1.3或者1.5嘅水箱蓋，用嚟提升成個水路嘅內部壓力啊，令水可以承受沸騰嘅溫度提高啊。不過一旦你換咗一啲大壓力嘅水箱蓋呢，水喉其實都係要跟住加強㗎。呢啲都係你要用微型水箱水嘅必要條件啊。所以你要用所謂嘅微型水箱水之前呢，唔該你仔細睇晒佢牌子後面嗰個說明書，無論係咩牌子嘅微型水箱水都好，佢哋都清楚列明水嘅沸騰點係冇被提高㗎。請你做足充足嘅降溫準備，以免引擎報廢啊！再嚟睇下 ASTM D1384 引擎冷卻液腐蝕測試啊！微型水箱水對鋁合金嘅腐蝕呢，比起 SIOAT 系列嘅水箱水呢，係可能會蝕多少少㗎。咁啊，但係話明微型啊，要贏車少少損耗梗係有㗎啦。作為車主嘅你呢，你就要好好地咁樣去選擇啦。講起微型水箱水呢，就要另外提一件事，就係大部分嗰啲 road race 呢，即係條路好平嘅賽道賽事呢，大部分呢係唔可以喺個水箱度加任何嘅添加劑或者氧化劑嘅，淨係可以用水嘅啫，其他乜嘢都唔加得喺個水箱入邊嘅。水箱蓋呢係可以升級嘅，呢度要講明俾大家知。寫住微型水箱水咧，就唔係咩賽事都用得嘅。最後啊，如果你想簡單咁樣提升架車嘅降溫能力呢，而你又唔怕微型水箱水對你架車嗰個鋁合金有多少少嘅腐蝕，咁啊最好嘅辦法就係換個套直嘅水喉啦，加埋一個大嘅壓力水箱蓋，其實呢就可以對你架車幫助到10% 嘅降溫能力㗎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想再好啲啦，梗係加個大水箱啦，因為只有水箱大咗，水嘅容量多咗，散熱先會更有效率，可以喺根源地解決呢個問題啊。咁啊，順帶一提啊，無論你係咩牌子嘅水箱水呢，入邊都會有水嘅成分嘅，水係會揮發㗎。所以如果你發現副水箱入邊啲水少咗呢，你其實係可以加翻蒸餾水去補充翻佢嘅。記得啦，得閒呢就睇下你